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8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确诊病例，另外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确定是跟一款的病毒所引起的。有桃园病院的病人，健保卡去互票寄去到别间病院，医生说是无爱甲伊看，甚至有桃园病院的清洁工去互厝边头被骗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要去中国武汉调查疫情起源，却发现讲中国伫暗中主动，无爱互死者家属甲因见面。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美国加德国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讲到咱台湾的部分，在今仔日是无增加本土病例的。指挥中心表示，讲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有去检验因的病毒，发现讲拢是同一款的病毒所引起的群组感染。玻璃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案，2个一届无新增加本土个案。指挥中心嘛公布感染者的基因定序结果，这件群组感染的源头第881例，美国境外移入的个案，然后分别指出第838例转院医师，第839、852个护理师，还有第856例主治医师确诊。经过检验，5个个案基因定序拢是一致。拢是有带伫61G 甲 L452R 突变，但是最近新增加的第868、869、885、889四个案例病毒定序结果，嘛拢甲前世的同款有带2个病毒变异伫61G L452R。那目前889它虽然说没有办法全长完整的定序但它其实也大部分的基因都可以被我们给找到，所以我们只是拿说它同时带有 D614G 跟 L452R 这个突变来说明，就是说它跟其他的这些案例事实上都有同样的一个病毒特征。指挥中心表示，所有个案拢要查清楚，而且追踪到确定的感染原因并不简单。不过目前至少确认同一个感染源的可能性上悬。虽然各一届无新增加本土个案，不过也是有2个境外移入的确诊，拢有提坐飞轮机前3天的检验阴性报告。一个是台湾籍20外岁男性，第895例，去年10月份去美国，1月24返来台湾，1月25出现鼻部芳草，安排就医采检了后确诊。若是第896例，是台湾籍30外岁男性。去年8月份去德国读册，1月22回国了后，2、5、26小连续出现头壳痛、发烧、流鼻水，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确诊。飞机前后2排，列居家隔离，那然后机组员有适当的防护，所以列自主健康管理。但市长强调讲，本土疫情是向好的方向来发展，就算时间无新增加本土个案，也是袂当放零。这礼拜也是重点观察期，第一个观察点是伫咧2月初4，过了后会阁做一届全院性的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事件，头一批有接触到医护人员进入隔离期末了。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有229位医护人员解除隔离，因也暂时免登去病院上班，伫处理太平，也另外找时间甲病院内面的医护人员来换班。玻璃桃园病院爆发新冠肺炎群组感染已经2礼拜，同期礼拜早起召开防疫会议，莲花电子、关正3台主换3消毒机予波头病院。市长齐英莲也经过细心参与关正仪式，并且表达感谢。我是桃园医院医院长，在这边呢，我代表医院呢，向所有与会的贵宾，所有的资深的东西呢，都给我们会做最大的一个使用。我再一次代表医院，谢谢大家，谢谢。对各界关键物资遗留表达感谢。即马波头病院第一批隔离的医护人员陆续出关，那采检是阴性，就会当解除隔离。人员的解隔离的人数有229人由副院长带领，会形成等于是一个预备队。那然后跟院内的人能够将来能够再适度的交换，那交换前当然都会检验过。指挥中心说明，老医的病人已经下降到118人，无需要遐尔侪人登去上班，会先请解除隔离的医护人员伫厝待命，并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也减少来病院工作人。基本上除了前进指挥所这边有指示说需要特别前来医院协助的一些员工那比如说来协助采检，否则基本上都是在家先待命没有特别要他们现在回来上班。那其实现在留院的病患数也已经下降到只有118人所以整体的医疗业务上面没有那么的需要这么多人现在回去上班。
另外，伫科大会所部分27下昼，有我20名医护人员坐专车前往检疫所提出隔离，爱到2月初才期满。汤市长陈文才说明，因应部头专案科大会所南北各有一个采检点，会由卫生局负责接送甲采检，一般民众自费采检有5个所在，包括长庚、民生、联心等病院，拢会进行分流。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事件，大家也甲医护人员来消停。不过，所有伫咧桃园病院做实的清洁工，面对着伊的厝边头尾，讲因即寡人会甲伊屁上，伊的压力也真大。另外，也有一个妇人人捌去过桃园病院，健保卡有互人标记，去到北京病院，说因为伊捌去过桃园病院，医生说唔甲伊看。当下会让我觉得说，我会想要哭的感觉，因为我是被拒绝在门外，我会很难过。讲到满腹委屈，这名世代妇人人有心律不正的老毛病，过去拢到部头医看病，最近身体无爽快，再到民生病院看病。伊讲院方因为健保卡显示部头患者刷无被收，搁转往南口登记病院，方要求爱先采检才会当看病，也捌互警会大声话爱离开，互伊真受伤。视讯诊疗的平台，然后下载这个 APP， 然后透过这边有安排急诊的专科医师先行评估。那如果有需要就医的话，卫生局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协助。卫生局强调，会当透过远距咨询 App 也是卡1922协助，也毋过病院反驳无寄收歧视任何患者，因为指挥中心顶日启动部头专案，到过部头看诊的民众健保卡拢会特别注记，也毋过也强调注记只会保留21天，减少期满就会随暂读。另外，感受风技师的也有因。拍开粪扫地，详细分类包装，伫部头上班的清洁阿伯辛苦工作，心中有苦讲不出来。我们社区里面都都看不起我们了，只要听到我们是在省朝上班的，每一个都不敢跟我们接近。因为伫部头工作，厝边唔敢挖紧，也个有各样的监工。这种歧视的气氛，互部分的清洁工挡袂住压力，陆续提出离职。但是中也讲，离职量确实有增加，145名清洁工已经有20人离职，挖近1/7。也透过关怀，那也加发上班的津贴，那比照正式员工就医福利等方式予以稳定跟慰留。他也是身体在防疫里面非常重要的人员，去多给他们一些鼓励。清洁人员负起摒扫环境，伫整体防疫也负起重任，也可能处伫病毒威胁中。但是中强调，将透过病医关怀、加发津贴来慰留，也呼吁民众以鼓励代替偏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有一个查甫人咧居家检疫时阵，煞偷走去朋友引导过暝，去互罚100万了后，罚金无纳，人也失踪去啊。目前全台湾检疫违规案件大约有1300多件，行政执行署表示讲，若准唔纳罚金，就会扣押财产，而且若欠罚金超过10万只，就会该限制出境。拖吊车将机车吊住车扫落来边仔轿车也被拖吊在南，有民众因为伫厝检疫期间挂出方法，却无被纳欠款。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27到伊住的所在，查扣机车甲轿车，准备被拍卖。在居家检疫期间，他爸走，被卫生局裁处10万元的罚款，有去清查他的名下的财产，那有从账户扣得613块，那剩下的9万多块呢，我们就列为本波执行的重点。所以，上全内各地拢有不少伫厝检疫民众违规欠款，宜兰一名查甫人检疫期间去朋友厝过暝，红单罚100万失联，互执行署限制出境，将具体个案说明。台北一名美籍人士罚20万，无钱缴纳。经过执行署人员考控，同意分期纳清。1个礼拜之内，你再打电话跟我讲说，我这个月不方便，能不能让我延1个礼拜？隔离也是检疫违规，除了爱集中检疫，也爱面临集至100万的罚款。也毋过违规事件由原定团27案，高雄盐埕阁传出有检疫民众违规挂出被猎包，卫生所甲警方上门查访，将伊送到集中检疫所。7点半那时候警察就来了，他中午去，然后又叫了部分大，然后就被卫生局的人刚好来，然后经过以后，过程把他拍照存证。根据统计，各县市到26月止，违规采罚案件有1390件，累计开罚金额1亿7768万块，其中有568件已经缴纳，无缴纳的件数中有475件已经移送执行。因为欠罚款被限制出境的人数总计有108位，其中82位是本国人，26位是外国人。
义务人呢，就是欠缴10万块以上的，这符合限制出境的要件呢，我们一律要限制出境。义务人呢，这个不主动缴，我们会强力来查扣他的财产。行政执行署2日宣布，即日起针对防疫案件强烈执行，疫情相关加上过年返乡潮，互民众陷入焦虑。中央甲县市政府除了加强各项防疫措施，也呼吁地区隔离检疫甲自主管理者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以免防患也变成防疫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出现本土疫情了后，就开始一寡假消息，想要制造惊吓，互民众感觉真着惊。亲像伫咧乱讲，即个火车无要停中立甲桃园，甚至佫有讲行政院要发1万块的疫情援助金。即寡假消息可能害到你个人权益受损以外，若佫再传互别人看，等于是散布假消息，也着爱食官司。玻璃汤病院最近爆发新冠肺炎群组感染，各界拢在拍拼防疫的同时，马路口传出其他病院也有群组感染的假消息。汤之友地文采2日表示，若讲谣言，互民众惊吓，造成防疫困难，政府将会主动请假上班。布桃事件，我们其他的协力的医院，并没有群聚感染或医院感染的事件。那请大家这个不要听信谣言。马路也传出台铁列车自30起将过站无停桃园等立站对此，台铁局澄清这是假消息，强调会正向防疫。这个是假消息，绝对没有不停桃园中立这样的事情。另外，也有人收到写110年2月初1起，行政院决议达人补助疫情援助金新台币7万，佮有申请的网址，也毋过大部分民众一看，拢讲有问题。应该是假的，因为没有政府没有公告啊。因为基本上你可以上那个行政院网站去查一下嘛，一看就知道那骗人的。行政院指出，这个内容传播真久，经过几摆变形，拢是假消息。专家也提醒，那当地不便的连接，恐惊有治安外泄的几率。它网页本身可能就是附带有病毒连接或是首页绑架。另外一种状况的话，引导你到一个看似官方网站或者是一些重要资讯的网站，透过一些表格，比如说个人资料的输入啊，或者是账号密码，然后信用卡卡号这种方式去骗取你的个资。专家建议民众上安全的确定方法，就是为原本的新市中判断所属机关，搁前往官方网站查询，避免受骗。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拢伫咧欠车用晶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德国迄边也有提出因的需求，希望台湾提供晶片给因。王美花表示讲，咱台湾当然愿意协助大家，也希望讲有合作的国家就要提供武汉肺炎疫苗给咱的台湾。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包括政府也好，包括我们的厂商，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协助他。所以台湾愿意在这个疫情时代，大家互相的协助，那我们来协助他们。那对于目前台湾自己的疫苗还没有做出来，我们也需要得到这样的晶片的时候，我们当然也需要这个其他的国家可以来协助台湾。亲像美国、日本、欧洲国家拢有向台湾提出需要晶片的需求。王美花表示讲，咱的晶圆代工业者会赶紧生产车用晶片。另外，立法院要强势会伫议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为福部趁即个机会，透过贸易谈判，用晶片换到武汉肺炎疫苗，而且是大省予咱的医护人员使用。疫情指挥中心收到交通部所提出的防疫措施规划，包含着高铁代替客运国内航空，拢袂当伫顶头食物件，而且高铁伫过年期间的车房拢无自由座，代替也会管制客票人数，相关的规定最近就来公告啊。代替高铁车厢内底特别禁止食物件，因应国内疫情升悬，交通部提出加严版公共运输防疫措施。高铁代替国道客运，国内船只、国内线机舱内底拢袂当食物件。都恢复生理需求的啉水甲食药啊，结束了后爱赶紧挂催安。另外，高铁确定伫春节停卖自由座，代替是管制客票，一个厝上最120张，也就是平均每一个车厢上最客15人。交通部评估，因应高铁春节期间全面对付，按算应释出46.7万的位，避免排队的时阵单自由座的群组。因为毕竟高铁还是蛮快的嘛，所以忍一忍就到了，为大家的安全，为大家都好。就戴好口罩就好了。对对对。基本上也不吃东西。对对对。
代替高铁各车站大厅停止办理活动，甲照出去。另外，交通部也要求大众运输工具的场站消毒措施要增加，以代替为例，亲像自动卖票机，目前一天消毒差不多42摆，加严版的防疫措施都要增加为24摆，相当每小时1摆。目前这份加严版的大众运输防疫措施已经送到指挥中心。相关的事情，今天早上，林佳龙部长在院会也有予以说明那我们大家都同意交通部的基本的方向。那至于就是说什么时候公告，那等到我们这边把行政程序完成就会行政程序来做公告。交通部表示，去年春节因为疫情汹汹爆发，大众运输量比前一年下降2成左右。今年疫情搁起来，民众也可能选择家己开车回乡，各道高速公路的流量可能会增加。针对各服务区的防疫措施，也要求经营业者严格落实。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北国际电玩展，今仔日是照常开幕。不过入去的人就要实行徛名制、磅体温加强制挂嘴安，而且伫会场内面上侪只有7000人尔。主办单位表示讲，今年的单位甲旧年来比有减少1/3。不过这回有实体加线顶的参加人数应该是比英国更加侪。我们进场之前全程佩戴口罩，并且请准备好身份证，我们要做实名认证。工作人员一直呼吁要求排队入场的民众要遵守防疫规定。今年台北国际电玩展第一天是拄到上班日，不过排队的人也是真多。不过想要入场，除了买票以外，第一关要先提出身份证来检查。因为防疫需求，所有的人入场拢要实名制、磅体温，排队嘛要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就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但是人还是太多。入摆会场会当发现，游戏场上的档仔甲演过无共，甚至佫挑故意规划较快的排队区。过去各单位的舞台区，若是有表演，一定会有真侪人。不过今年记者是比民众佫较侪。我们自己呢又刻意把摊位的空间给加大，你看像后面这个墙，就是尽量维持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让玩家比较群聚。各场上的防疫措施嘛真严格，入场进前，民众的手要用酒精消毒甲磅体温。若是要甲小狗做伙翕相，嘛要求要挂嘴安，而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有控制至少1.5公尺。那如果玩家太靠近，他们会就是挡住这样。另外，内底嘛不准食食，活动现场敢若一台冰淇淋机，而且袂当伫咧内底食。咱这个场馆饮用哦。为了符合防疫需求，这届活动的现场佮头一届设洗手区，互民众会当随时来洗手。全世界展览的创举，我们把洗手台就设在这个进场的观众的旁边，让你随时都能够洗手保健康。台北国际电玩展总共4天，逐天入场的人数总量的空关维持7000人，有人出去才会当搁入来，单位嘛比演过减1/3。不过线顶线下来结合，互全球的人拢会当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出现本土疫情了后，各地头的大型活动拢宣布要停办。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表示讲，内湖的夜鹰季、阳明山的会期是全部取消。过年期间也用旅游警示管控每一个景点的人数。另外，3月伫台南后壁要举行的台湾国际兰花展也宣布要停办啊。上阵上赞去年的 QR code 来扫描，台北市长郭文泰成功领到线顶的红包。国内疫情压悬，郭文泰今年取消扫街拜年，嘛袂去公庙发红包。拜庙行程哦，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取消，为什么？因为你市长到了。那大家领红包就站一排，就人群又聚集。最近各地大型活动嘛拢停办，郭文泰嘛佮宣布取消内湖夜鹰、阳明山花季等等的实体活动。市民家己去看花，大家甲嘴挂好。过年期间会伫各大景点设旅游警示，人流管制。戴口罩去看花，你就算路过也可以去啊。所以尽量不要去干扰市民的生活了。过年在放假期间，你知道我们会让每个旅游景点会有个警示点，就是说人流太多，我们会把它让它标示红区嘛。大家都说这人太多不要去。原本3月份伫台南后壁区举办2021台南国际兰花展，嘛宣布停办。市长王伟提指出，因为这个展览是国际兰花业者交易甲交流的平台，今年国外买主甲评审团拢无法度来，所以决定停办。兰花展常常在一个展间里面是半开放式的，
虽然它一直会换气，但是事实上毕竟是密闭空间。如果说疫情趋缓的时候，不排除在第2季或第3季的时候举办。啊，毋过附近的白河区茂密花季的活动是照常举办，因为去年活动期间吸引27万的游客来。区公所强调讲，会加强宣导防疫措施，呼吁来看花民众一定要甲嘴炎挂好。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伫高雄发生小规模的地震，伫新兴区，就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物向放落来，好佳在是无人受伤。究竟是安怎会放落来的？恐惊是搁要调查。今时期记录到2日下晡4点外，高雄新兴区北德路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天壁壁向落落来，坐落来阿妈土壁嘛规个放落来。现场冒烟散雾，外面看起来真惊人。好佳在迄当阵无人伫咧路呢，警消接到报案了后，随来现场叫封锁线，管制人员出入，会当看到大面积的阿妈土落伫咧土骹，赶紧走出来，人甲车拢无法度过，还佫有汽车去用地着。一粒掉下来，可能地动啊原因来看啦，就小石头就掉下来，一下子就规个人喊了，很大声啊，喊了安尼。向放落来去互惊到，居民看起来拢真惊吓，嘛烦恼讲暗时也无所在通困，有部分主体是去落落来阿妈头牵着，住户大部分拢是老大人，警消烦恼因的安全，甲人带去安全的所在。高雄市长陈其迈暗时嘛赶来现场了解状况，慰问互惊到的老大人，嘛只是赶紧疏散安置。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已经停业真久的旧金日戏院。倒去外壁超15公尺长，宽10公尺，啊，若是外壁是安怎会向放起？警消初步解破，无排除讲甲高雄一港2届地震有关系，啊，毋过放起的原因也该等待相关单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拢会甲违规的交通事件翕相去检举，毋过也定定发生纠纷。交通部今日拍算要修改检举制度，限制16项的交通违规，民众才会当去检举。毋过乱停车这项却无放列伫咧内面。交通部也表示讲，乱停车上该赶紧处理的方式，就是赶紧去报警察。这台轿车想要自倒边插入来，和后边的驾驶饲喇叭提醒，竟然是换车道了。改做自正边插入来，恶意逼车和民众检举。也讲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或者是听电话，也容易分心。交通违规的情形真侪种，掩过民众翕相检举，也产生真侪纠纷。所以交通部初步拟定要修法，有条件限缩民众检举的权限，列出16项会当检举的项目。不能说就是一直这样检举啊，这样子会造成很多人困扰啊。可以举报，可是不用到检举啊。我觉得原本的应该就是挺 OK 的，因为民众就是可以帮忙看完一些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民众对此有正反的意见，交通部初步所规划的包括撞红灯、无礼让救护车、消防车，一个蛇形逼车、危险驾驶等行为，拢列伫咧这边修法的检举名单内面。交通部也强调，因为民众的检举量真大，造成警察的业务量增加真多。我们常常接到就是说有很多那一种大量针对性、恶意性的一些特别的检举啦。那大家觉得说这个制度有改善的空间，出拟了一些相关条文草案来作为讨论的基础。无被列入的项目，交通部讲，真正是酒驾需要科学仪器的认证。改装车或者是无照驾驶，是涉及车辆设备或者是驾驶人的资格，较无适合民众检举。因若一般的违规停车也是当检举，但是建议民众爱随通报。交通部初步所规划的检举制度，也未正式实施，就已经和大家伫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小组14去到中国武汉，但是结束14天的隔离，今日要开始进行调查。不过，因也发现讲中国染病死亡的患者家属，却去互中国政府限制，讲袂当限制因袂当甲实情讲出来。后来是有人甲代志标出来了后，才知影讲中国伫咧背后暗中作怪。WHO 的专家小组就是到中国武汉要进行病毒溯源的调查，伫饭店进行14天的隔离了后，2被解除隔离，坐巴士离开。其中一个成员表示，隔离期间因一直甲中国的专家来进行实性会议，所以来双方的做伙开始实地工作。啊，毋过为着应用这项调查，加摆武汉市地被死亡的人，因的家属伫咧社群媒体群组去互查访。家属讲，伊去互官方压迫，嘛要求要甲社会专家来见面，来听因恐怖的经验。他们害怕这些家属
和这些世卫组织的专家取得联系，知道吗？张海爸爸去年底被死亡了后，伊向5百姓的法院来提告，追究当地政府甲病院有关人员的责任，而且要求赔偿。毋过法院拒绝受理。张海后来阁要求政府公开疫情资讯，嘛无消无息，希望世卫专家唔通受到外界干扰。毋过世卫组织也未回应见面的要求。如果他们不敢见这些受害者家属，那我就始终认为这个世卫专家谈嘛，那就是在武汉的调查，那就是一个作秀、走过场，那就是糊弄全球的人。过年的19月2日嘛是春运开始的头一天，首都北京机场甲火车头的各大车头是加强防疫，人潮无像英国遐济，佮加上中国官方带来倡导就地过年，荷包农业馆佮发出各专关的通知书，爱全国的人轮点伫厝，各庄仔头家业打出不准外地做工课，全民倒来厝里过年，违反指令的人后果得家己负责。黑龙江省新增确诊病例28例，分布在绥化市望奎县17例。根据中国卫健委的公告，热切新增加确诊病例54例，其中乌龙岗28例上济，吉林9例，河北3例，陕西1例。乌龙岗疫情真严重，毋过官方记者会却也是无公布确诊者的行动卡热，嘛引起中国网友操烦，嘛呼吁政府爱重视。因嘛表示，无希望倒一天就雄去防风区。记者综合报道。无到半年时间，东京奥运就要举行咯。国际奥会是替日本就要继续办，也对外表示讲，因已经有疫情的应变方案啊。不过，东京最近的疫情搁再有加起来趋势，也互外界是看甲真烦恼。这是日本新的船官往东京都的船客市，相关单位正咧演练大规模为民众注新冠病毒疫苗进行。根据目前的统计，日本这一波疫情，伫单日新增加确诊人数比1月初9的7800多人小可下降。不过，日本政府速报人员显示，超过3900人伫过去24小时内确诊，其中1064个确诊病例出现伫东京都。因为自2020东京奥运伫去年疫情之下被迫延期1年，即马离开幕日已经存无到6个月，新一波的大规模感染继续增加。大家拢关心奥运期间1万名运动员甲随团的对职员，也有真侪观光客健康安全。国际奥会就表示，坚定支持东京奥运伫今年7月23按期开幕。佮强调，确实疫情状况无稳准，会以运动员甲教练者对职员的健康作为优先的考虑。We took already the measure that these 10,500 athletes will not be there in the Olympic Village at the same time by reducing the stay of the athletes to 5 days in principle. And having a kind of a wave system. The same then will of course apply to their coaches and officials and others. 面对疫情破开，加特别教会的东京奥运也个如何重振经济甲维持社会秩序。虽然医学界代表大声呼吁，唔通凊彩解除防疫的紧急状态，不过各界议员传出，希望紧急状态唔通过延长的声音。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伫咧国际上，疫情滚价也害死真侪人。就美国的科学家提出一份号做8日时钟的报告，讲到人类灭绝的期限甲去年同款，拢停伫咧只剩100秒的时间点。科学家也表示讲，核能武器气候问题是比疫情更加严重来威胁到咱人类的生命安全。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布最近的末日时钟，而且发表上新年度报告，显示人类伫世界毁灭的5件大限，甲去年同款维持伫倒头算100秒的历史上近时间点，说明指出新冠疫情确实严重影响人类生活，不过未造成灭绝，真正危险是核武甲气候环境变迁。COVID-19 will not obliterate civilization, and we expect the disease to recede eventually. Still, the pandemic serves as a historic wake-up call, a vivid illustration that 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unprepared to manage complex and dangerous challenges
like tho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climate change. 希基的物质市场是伫1947年诞生，每年1月因应世界局势调整离5件物质的期限。上头先存的时间是7分钟，后来经过14摆调整，上远是1991年美俄签署减少战略武器了后17分钟。2018年因为北韩南亚核武危机恶化，调整到离5件2分钟。去年因为中俄导弹条约终止，美国伊朗局势紧张，各减做100秒。今年无进无退，原子科学家公布呼吁各国政府对抗疫情的同时，要继续推动热能加废除核武。对老百姓来讲，生活无法度继续是活日。法国尼斯一间餐厅甘愿违抗防疫封锁令营业，援助顾客用消费行动支持，也个乐观为头家分担罚款。Moi, je suis un élément déclencheur. Si ça peut donner la force et le courage, notamment aux restaurateurs. 在泰国表示是民众心灵上大的安慰。在疫情之下，首都曼谷的邦纳奈市，逐天有100名信徒来祈福转婚，方法真特别。提花倒入去观察、看报、听会修念经，用定4个众生。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讲到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支持者按算31要再上街头抗议，罗西亚警方27也去搜查纳瓦尼的徛家加办公室，甚至罗西亚政府要求网络的社群媒体就要甲纳瓦尼有关系内容全部裁掉，若唔将这会罚款，大约是代票是150万。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这个月17对德国柏林回国了后，当场伫咧机场去予警方以违反驾驶规定的罪名来抓起来，封关30天。纳瓦尼呼吁支持者上街路来游行，向政府展现因的力量。纳瓦尼镇压人数伫23万人大游行了后，佮计划要伫31这天，佮一届来行上街路。俄罗斯警方伫咧大游行举办进程先采取行动，对纳瓦尼伫咧莫斯科的徛家甲办公室开始突袭性的猎捕行动。就像监视器画面所翕到的，一顶穿乌衫服面的查甫人，手提钢腿甲宝头，硬甲办公室的门撬开。纳瓦尼的弟弟奥列格是伫咧引导公务去予警方带走。При мне один сотрудник полиции вошел, я еще раз крикнула, пришел адвокат, допустите до следствен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позовит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никак не отреагировали.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政府要求面册、推特、抖音等等的社群媒体删除所有跟纳瓦尼有关系、鼓励少年人参加反对派街头示威的内容。若无相关要处罚400万卢布，超是150万新台票。俄罗斯的法律严格禁止鼓励18岁以下少年人参加示威。宣传影片伫抖音有几亿人看过。23莫斯科释放纳瓦尼大游行，估计有4万人参加。政府出动镇暴警察来赶人，大规模掠买4000人。内政部诉要以违反防疫规定做理由，对10外示威者提起刑事案件。针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对纳瓦尼的处境表达真大的关心。伊讲，伊代表真济俄罗斯人，因的声音应该爱去互听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汤马斯·格林菲德对外表示讲，支持台湾对抗中国立场，外交部也对伊表示感谢。另外，美国国务院暂停前任总统川部分军售案，敢会影响到咱的台湾呢？外交部表示讲，目前无收到相关的通知。国防部也讲，目前的军售案拢照停书正在进行当中。美国新锐高校连续上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汤马斯·格林菲德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人事案来举办听证会。因为最近这几年以来，中国伫联合国影响力是一直增加，真侪议员关心美中台的议题。汤马斯·格林菲德是表明支持台湾的立场。Now, Taiwan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and we need to support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stand by them as a democracy and provide them the security that they need to push against any efforts by the Chinese to compromise their security. 但是提名核准，伊表示会拍拼甲参议外委会来合作，伫联合国反制北京，而且抵抗中国政府想要伫联合国决议案当中增加有害文字，也是甲联合国的重要职位，拢安排中国人等等的作为。外交部针对这个代志嘛表示感谢，嘛期待甲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更较深化。WHO 逐天公布各国的确诊人数，甲台湾归伫中国下骹。外交部已经向 WHO 甲 WPRO 来表达严正的抗议，要求收
证。若是美国国务院暂停执行部分军售案，感谢影响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的回应指出，台湾甲美国沟通的管道正顺利，目前无收到通知。我们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美方通知要更改对美国对台军售任何的改变。我们从美方那边得到不同的一个管道，都是美方再三向我方来保证对于台湾的承诺不变。国防部嘛表示，目前所有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案，拢照相关军售定序咧进行。若是根据了解，目前美国暂停的军售案当中，上大宗就是价值230亿美金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50架 F-35战机的军售案。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现主是甲您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伫咧2008年11月，因为涉嫌着国务机要费用的洗钱案，逃走去到美国的精神公病院副院长，也就是陈水扁伊家长的亲信黄鸿坚，有风声讲，伫4、5天前，伫咧美国加州已经过身啊，而且是死伫咧车内面，食到74岁。目前已经知影讲，黄鸿坚死去的时阵，伊身躯边有放一个爱困药啊，甲酒，而且伊的亲小弟也证明讲，黄鸿坚也已经死亡啊。如果有上新的消息，会继续来提供给咱的观众朋友。讲到中国军机是一再扰乱的台湾，在今仔日又有军事迷记录着事件。另外，中国国台办也宣布讲，禁止台湾的肉品入去中国。可能是中国伫咧空思妄想啦。咱的陆委会也表示讲，自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已经禁止台湾的鸡肉、猪肉甲加工品啦。中基一直了台自别早起，佫出现多架刺刀空战，甚至台湾涉嫌空袭军事迷记录到9点39分到75分，无到10分钟就3摆广播驱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您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佮加上10点27分一早起4摆广播驱离，同时白属海峡有美国海军 P-8A 加美国空军 CK-135通过。根据统计，1月进入台湾空袭17天广播驱离记录83摆。中国对台一直出招，今年台湾开放美国内地进口。中国国台办日前宣布，严禁台湾生产或者是经过台湾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中国。佮批评网络红人报恩讲，将内地做成肉腐卖予中国是恶毒的想法。陆委会回击中国的讲法混淆视听。那么加工品从2014年底之后，就被中国大陆单方面以台湾有禽流感等问题停止出口到中国大陆。那陆方对于我后续的询问都不曾回复，所以目前为止，我方也没有进口含有来剂的国外猪肉，所以更没有进口这个来剂猪肉再加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情势，所以昨天国台办混淆视听的扭曲说法并不存在。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干也指出，这摆国台办的宣布实际上并无伤过大意义甲冲击，而且101个国家拢进口内地，确实只对台湾肉品下禁令，逻辑上有矛盾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当咧滚假，真侪留学生拢回来到咱的台湾，因也利用线顶教学伫咧上课。教育部最近也针对着线顶上课的教学时数有放宽限制，要成立因国外学历。若准是安尼做，就可能出现讲，摕到国外的学术学历，却是唔捌出国去读册的人。想要七个独立自主、交各国朋友的生活，赖啉着2018年8月到墨尔本大学读语区，继当年开启大学的生活。因过2020年3月澳洲疫情大爆发，只好先回来。但是我的那个墨尔本就一天100个人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群聚感染。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在路上戴口罩的人也都很不友善。去年3月回来到家，赖啉着以远期教学完成2学期的学业。伊讲前时期课业退步，后来因为惯习远期教学，找到回来学习的步调。我大部分就是我会把课排在早上，这样子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早一点起来，让我自己不会就是可能早上就不见这样子。去年下半年也有申请到国外大学的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也用远期教学。为此，教育部最近佮公告函释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进办法，远期教学时数会当单程采进伫修业时间内。有一些学生
其实有陆续有反映说，那他其实已经在台湾开始进行远距学习，所以他也没出国。那也不知道他在他的整个休业过程结束之前呢，他有没有机会真的出国？如果不幸就真的都没有办法出去，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再发了这样一个新的令示。教务表示，因应疫情的应变方案，学生有愿爱提出当地国家学校文件证明做判断，对此热烈调真回。要出示证明无困难，也毋过应该无人想要一直延期落去。期待疫情等候，今年8月登去墨尔本大学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捷运的万代线本地是要通过土城国小甲金城公园，却去互当地居民反对。今下晡，新北市的都委会举行专案小组会议，居民又搁来到外面抗议咯。城乡发展局是回应讲，目前的方案是排除金城公园，未来施工的时阵也避免去影响到土城国小。反对捷运万代线规划要通过金城公园甲土城国小，居民下晡来区公所头前抗议。有学生的家长强调讲，未来捷运通车所造成的噪音甲震动，会影响师生的身心健康。若是百年校区，可能嘛无法度承担大规模的施工。反对路线规划，万一摆学校内底。每一个新的学年都会有200到300位的学童入学，代表着200-300个家庭。捷运一旦弯进校园，将影响未来50年数万个学童及其家庭。居民原本将新北市都心委员会伫下晡来金城公园现场勘查，不离个后来无看到，该伫咧卫生所头前表达意见，针对居民抗议真济个，呼吁讲甲公园保留落来。还有捷运路线应该离国校较远咧。新北市城乡局表示已经调整。金城公园的方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排除。以后我们的施工或开放空间的保留，也会跟学校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来避免影响这个师生上课受教的权益。城乡局嘛强调讲，本案开发未牵涉到私有土地征收，毋过居民也是怀疑，若是要保留公园，是安怎捷运的轨道也是弯入去公园甲国小，敢是欺骗人民，所以要求所谓审查会议，路应该爱公开透明，嘛袂当拒绝因来监督。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当咧减水，有一寡所在也施行减少水压的措施。伫彰化地区确实出现讲，民众过年进前要大摒扫，所以无水通好用的情形。自来水公司表示讲，因为水资源无够，才会施行一日就爱2届的减少水压措施。趁好天，彰化新港乡民提水讲想要洗物件，毋过水道头存半工就是无一滴水。安尼是不是全开了？可是没水就是没水，已经紧绷啊。当地居民真无奈，今年洗偌济算偌济，就算找到有水的水道头，拍开也是细工啊。居民讲实在真无方便。安尼咱2个公加强了，他下面赶快掉进去哦。对了，水压不够了。干洗就好啦。农历过年要到啊，彰化新港乡的居民不止摒扫真困难，民生用水也爱较省力。为保持水压稳定，家家户户人准备抽水莫大，毋过逐工有水的时间无一定。居民讲生活真受影响，莫大也受害几啊下。早时较早5点就起开水了，到8点放就有啦，逐道放足晚的啦。要记住啦。为什么要记住？无你莫大小气，莫大一日几啊千呢？北彰化部分地区虽然毋是减量用水的甘蔗地区，毋过还是爱常态性的减少用水。彰化市河北镇的部分地区，也有海线的线西乡甲新港乡，时间是逐工中昼12点到下晡4点，暗时10点到隔天5点。原因是地面的水源不够。常态性以前就是这样，因为彰化就是没有水库，没有地面水啊。自来水公司表示，北彰化地区因为地面水源无够，佮加上境内无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北平的里溪淡水库甲丰原水厂，其他来源都是地下水。最近水情严重，河江水佮较咸，这就要等到鸟水淡水库完成了后，才能根本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德北凤山溪生态园区附近的土地，一直互人乱拼生活粪扫，影响到环境卫生。环保局表示讲，去年4月接到民众报案，相关单位去到现场勘查了后，也已经要求地主伫今年2月底进前，就要甲变好清气，若无会依照法律甲伊罚钱，而且是罚到改善为止。
面头前这片挖1000平的土地，地点在新德县竹北市。过去政府捌开3000万拍造生态园区，还受风台霜长无决定起，拍远到深，煞去互人在顶悬等粪扫。毋但有果菜、菜脯，阁有纸箱啊、塑胶罐啊，现场臭味呛片。本来一小包你很好丢，结果现在一大块的时候，它叠在一起，你很难动，因为你变成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完全把它清干净，成为许多人丢弃垃圾的一个天堂。我想在竹北，这是让我们城市形象蒙尘的部分，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哦。环保局表示，去年4月接到民众报案。参相关单位现场稽查，要求地主限期改善，但今年2月底进前要甲并清去，那么依法开发1200块至6000块，一直罚到改善为止。我们会看他的情节的状态，然后持续就是去做一些相关的巡查跟监督，然后就是如果这个部分相关的它的废弃物的清理的部分不尽理想的话，那我们会按次处罚。环保局表示，未来加强在附近巡查。提醒民众，若是佮发现乌白蛋粪扫的代志，会使卡1999专线，还是卡向警方报案。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美食平台外送员，若将物件送入去病院内面，安尼出入，敢会变做是防疫空旁咧？虽然病院有规定，却是拢有无共款的标准。指挥中心表示讲，会修订相关的规范。若准外送员工会建议外送员袂当入去病院，伊来甲劳动部讨论了后，再来公布相关的措施。我们家外送员可以进到我们医院吗？可以啊，只要把安全帽脱下来就可以了。安全帽脱掉就可以，因为院长规定的。外送员只要脱安全帽等进出病院，警卫公司新竹国军病院院长的规定，替新竹国病院比一个大病院体检报卡照流程队进入，马该是强制规定外送人员袂用入内。外送人员因为国病院规定，唔知要安怎做才好，也烦恼加做防疫空旁。外送员我们用最小量的来讲呢，他1个小时只跑2单。那1天只跑8小时，我相信很多外送员超过这个数据，甚至好几倍以上。那如果他2个礼拜后才发病，这个的社会成本，这些不是什么所谓的体量可以解决的。我们也多次向外送平台公司询问反映，但其回复都是会遵循政府相关指令。既然所锁定的外送员防疫重点事项，只表明外送地点若是医疗院所，应主动甲消费者约定适当的场所来提。不过适当场所无明确定期，为外送人员误入禁区，增加传播风险。工会呼吁中央应该明定外送员免进入医疗院所。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列为选项之一。医院的管理这一方呢，它可以就是采取就是用动线管制，或者是说设定一个特别的取餐区，甚至它也可以更强制，就是说安排都只能在外面来交货，那不要让这个外送员进到医院里面。未来修订规范了后，头家民强迫外送员一定要入去医疗院所到餐点。伊甲劳动部讨论了后，列出配套措施，互病院用依循。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台湾也渐渐进入到高龄化社会，若阵岁数真悬的民众出门赛车，敢会较危险咧？公路总局最近就甲嘉义市政府合作，若阵侪岁数的驾驶要换驾照进前，就要进行检测的临地。成功换到驾照，79岁黄老先生真欢喜。伊讲伊赛车已经30-40档，透过监理所所办的身体检查，证明伊的身体功能甲反应会当继续赛车。你若无安尼，算无保障嘛？你无感觉讲目睭好，司机好，你危险嘛？对无？恁即马安尼代表无危险啦。公路总局表示，高龄者发生交通事故的状况有较悬淡薄啊。主要原因嘛是甲身体机能有一寡关系。为要互75岁以上的时代知影家己敢有适合过来赛车、骑车，所以甲地方政府合作，希望加强时代对换驾照的正确认捌。目前为止，来换照的率是75.3%，75.3%。那我们当然会持续的跟各地方政府合作，来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换照率。包括咱乐龄的这据点，甲长照西点的据点，甲失智的据点，拢总提供出来。和这个公路总局来合作，因的行动的这个检验车会使载到咱的据点。
嘉义市过去只有卫生所会当提供这款服务，透过甲公路总局的合作，即马市内有80个所在会当协助食大换驾照。嘉义市卫生局嘛呼吁民众，厝内若是有75岁以上食大狗咧骑车，也是塞车，爱请因来做检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古迹的保存甲修复是一个真重要的工作。今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伫咱国内有一个真出名的专家，叫做蔡顺任。伊伫咧学生时代去到意大利学功夫，伊和伊的团队也互咱台湾真侪历史建筑，登到上届古早面貌。咱也做伙来看伊的故事。伊是蔡顺任，台湾真出名的艺术文物修复师傅。伊捌听教授讲过，伫欧洲修理画也是艺术品，是一门真专业的功夫。所以伊找真侪资料，伫做兵了后，就决定要去意大利。蔡顺任伫意大利用6、7天的时间，摕到学位。2012年，伊决定要转来到台湾，嘛开始修理伊第一个古迹。迄当时就是。迄个舞蹈牌沙酱的头家娘刘董事长，伊就跟我约好一天去巴士站遐关帝厅遐看。我看感觉讲，哎，这间庙虽然讲无大，但是内面的这个物件看起来拢做有工做水安尼，所以讲我就甲极力推荐讲，这物件可能为门开始。修理庙的门神做甲真受到娱乐，所以刷来蔡顺任甲伊的团队用2年的时间，互这座庙保留伊原本的古味，会使继续延续伊的香火。中寮家庙通碗堂是国家3级古迹，嘛是来自福建萧安，说中寮客家人的重要精神甲信仰中心。因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来维护修补，嘛伫真特别的机缘，找到蔡顺任甲伊的团队。阮的主要的目标是做汉章的物件，爱甲修理好。为当初决定要去意大利学艺术品的修复，后来转来到台湾参与庙的整修。蔡顺任的脚步已经徛在了，伊嘛想要来对家己生长的土地会使有一寡贡献，希望会使来改变一般人对古迹修复的观念。修复是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互你家己找到你家己的定位。经过修复，就是会当甲这块细节、这块讯息，会当重新的甲伊回溯回来安尼。修复就亲像是一段时间的旅行，会使互古迹艺术品佮庙师来继续延续因的生命。这对于蔡顺任来讲，嘛是伊生活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网络资讯是走真紧，险就会缀袂着阵，而且囡仔吸收新知识、接触外广文化方式是真多元。不过，伫咧网络顶头，却是无啥囡仔影片是用台湾文化做主题。就一个团队用台湾各县市的特色来做创作，唔但互囡仔容易了解，甚至还佫无语的版本。街仔路足热闹的，有乐队，有艺歌，阁有人咧分歌吹。用台语讲家人放水顶的传统文化，搭配古水的多样，要互囡仔了解台湾的在地风俗。制作团队为台湾的角度出发，毋望台湾囡仔了解生活中的文化。主题咱就是定讲台湾每一个县市，咱拢爱做一集。像咱这本就是讲家人这个中元节，伊有一寡祭典，足有特色的。新小界家人中元节祭典，说落来也有屏东客家主题、花莲原住民文化和婚林布地戏单元。团队杀出来影片和有声册，有本土语言的版本。萧长军讲，制作上加真困难。咱原底讲的华语要翻做台语，也是这个客语，伊的用的字，也是用的字，拢会无共。这你就无法度用华语去交换，伊一定爱问过专业的老师。虽然制作过程辛苦，但团队收到不少鼓励和肯定。推出之后，大家反应都很捧场、很热烈，就是还甚至还问说他可不可以上架到更多平台，让更多小朋友听到这么用心的有声书这样子。新歌受到大家肯定，团队咧执行的时阵，嘛对家己的母语有更较深的认同。就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讲台语，可是他跟我们讲话就会自动切换成中文，我就觉得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是推广大家学台语、学母语的话，我说不定就可以跟爷爷奶奶、跟长辈很流利的聊天这样子。
为故事内容，红鸭设计声音传达下功夫，希望建立囡仔的文化认同和公民素养。未来团队会继续制作其他县市的文化特色，希望台湾的囡仔看过了后，有法度了解家己国家的文化和故事。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特别变寒，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详细来看。北部地区对10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11度到23度，南部地区对13度到24度，东部地区对11度到1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8度到1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